其實呢度全部字嚟做咩意思啊？係咪啊？係啦，因為蘋果係圓柱體嚟㗎嘛，佢有大，但我哋嘅會員都有訓練內容喺度。即係好 inspiring 啊，同埋咧，即係嗰個市場導向，其實我覺得係我哋好想去學習一樣嘢。即係同路人最明白，即係同路人佢哋自己嘅情況，所以如果佢哋透過自己去服務自己人咧，更加好。咁就花界嘅合作啦，當中有西精啦，有或者前門啊，或者係西方嘅小朋友。我哋講緊啲工作同埋求職相關嘅啲問題嘅講咧，佢唔係淨係講緊佢冇工返工。大部分嘅雙職家庭咧係輪更工作嘅，可以增值自己咧，學做